特探长，死者是一名大学教授。原来如此，死者是被钝器攻击而死。最先发现尸体的是他。是你，名侦探毛利大五郎。好久不见了，莱伯特探长。毛利先生，请问您有什么发现吗？想凶器应该就是这本《但丁神曲·地狱篇》。难道说？我们在尸体的周围测得晶体智力流失现象，且前者十分符合连续法则，也就是说，海马回的神经突触呈现放大作用之阳性反应。因此，我们只要能够找到《神曲天堂篇》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所以，《神曲天堂篇》到底在哪？天堂篇就是天堂篇，天堂篇不会同时不是天堂篇，也不可能同时不是天堂篇，也不是天堂篇，这十分符合理哲学的三大公设。原来如此，《神曲天堂篇》就在这里。且慢，来者何人？事情并非如此，兰伯特探长。是你，布莱菲。各位，正因为只有当事物达成其最高形式，才不是 privation， 所以说真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许多。然而，城市的人总比乡下人享用，不是上等货色，那是不合脾胃。但是凡事皆有其所以为之的理由。可是有些时候事情并非如此，而是其中的某些事物与某些事物只有部分相像，其他的事物再与其他事物部分相像，这称之为家族相似性，而这又称之为从概念。原来如此，毛利先生果然高明。也就是说，你就是凶手。我怎么会是凶手？你这……没错，我就是凶手。更岂有此理！这就是事实的真相。原来如此。探长，尸体不见了。那你？哈哈哈哈！后会有期啊，普莱菲。是他，摩纳提教授。他是谁？此人是个凶恶的罪犯，幸好我爸的夏威夷教过我狙击。同时，探长，
你也是凶手。最后，死者先生，你也是凶手。